我個仔終於中學畢業啦，因為讀書能力有限，未能考上大專，想搵工，技能又唔夠，點算呢？可以先去接受職業技能培訓。有冇聽過展亮呢？展亮技能發展中心係 VTC 機構成員之一，專為15歲或者以上嘅殘疾人士提供職業訓練嘅發展中心嚟㗎。呢個係協助佢哋公開就業嘅主要機構。展亮設有3個中心，分別係觀塘展亮、屯門展亮同埋薄扶林展亮。3間中心嘅課程好多元化㗎，教學嘅模式亦都非常之靈活，而且有全面嘅支援服務。申請人必須要有基本嘅自我照顧能力，例如能夠自己去廁所啦、食飯啦。我曾經見過一個例子，一個男仔佢患咗肌肉萎縮，佢需要全面嘅身體照顧，包括餵食啦。佢接受職業評估嘅時候，展亮嘅工作人員話，如果佢真係打算報讀展亮嘅話咁佢嘅照顧者就必須要喺校園裏面隨時隨地提供支援。報讀展亮嘅學生包括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聽障、智障、肢體傷殘、精神病、特殊學習需要、語言障礙、器官殘障、視障等等。中心會為佢哋提供評估、職業教育、訓練、復康、技能培訓同埋就業支援等等嘅服務。申請入讀之前，學員必須要接受為期3日或者11日嘅全面職業評估。評估係由呢個職業評估導師、職業治療師同埋社工組成嘅，聯同呢個醫管局嘅醫生同埋勞工事務局嘅主任，利用職業嘅性向啦、體格同埋心智嘅評估，令到啲學員了解自己嘅能力、潛能、興趣同埋限制，為自己選擇更合適自己嘅未來學習課程同埋職業嘅發展路向。3間中心舉辦嘅課程會有所不同，例如屯門展亮就有咖啡同烘焙嘅課程，但觀塘就冇啦。所以喺選擇課程嘅時候要留意，你打開呢個展亮嘅課程目錄，按一下課程嘅名稱就會睇到呢個課程嘅詳細介紹。3間中心只有呢個屯門展亮有提供5日宿嘅住宿服務，有住宿需要嘅人士就可以選擇屯門展亮啦。展亮嘅課程係免費㗎，但係住宿就需要付費，分有雙人房啦、3至4人房，共有120個宿位。宿舍設喺屯門展亮大樓裏面，入住嘅學員必須要有基本嘅自理能力。喺宿舍裏面會訓練佢哋獨立生活。一般特殊學校嘅學生喺佢哋申請入學之前，學校就會同佢哋做咗呢個職業評估。評估報告嘅有效期為3年，過咗期之後係要再做過先可以報讀嘅。學員需要按照評估嘅能力推薦為選科嘅標準。例如果你報告上面評估你有應付較難同埋複雜嘅事情嘅能力，咁你就可以選讀一啲數碼商店營運啊、辦公室實務、創意多媒體設計、康體款待實務、物業管理助理實務等等嘅課程。否則你可以選擇包裝、倉務、咖啡烘焙、手藝設計與製作等等。如果你係輪椅使用者，飲食、烘焙、咖啡、院舍嘅護理就唔啱你啦。讀完2年之後，中心嘅社工同同學會探索就業嘅路向。但係喺我差唔多30年嘅肢體特殊學校工作經驗裏面，我睇到有好多肢體障礙嘅學員完成咗培訓之後大部分佢哋都會返工場工作。咁而學生同埋學生家長都必須要喺呢一方面有心理準備嘅。有好多家長話入工場係幾十年嘅工作事情，佢哋都寧願自己嘅仔女多學啲唔同嘅知識，學到幾多就幾多啦。咁點樣先可以申請報讀展亮嘅課程呢？可以由你提供服務嘅機構啦，或者老師、學校社工做轉介嘅。